后来继续来看婚林的农务真欠工。在地农会第一届甲婚林家角来合作，互表现良好的受刑人到农场去倒采芦笋，安尼一个月有28000块的收入，就是要来解决掉农业劳力欠缺的困境。农民甲受刑人扣芦笋，这是在地农会头一摆和婚林感觉合作，外派受刑人去参与做事，为了解决农业欠人的问题。对你有帮助吗？有啊，有帮助啊。怎么说？就家里不用寄钱。罗先生过去提清风了，4年刑期已经过一半，够年外地当红放出来。伊因为伫咧感觉内底表现得真好，所以红派去农场做事。伊讲出来嘛是正常的，所以扣芦笋真紧学起来。养鸡，然后再来就是种水果。张先生去农场做事已经半年啊，为袂晓压水，到即摆已经会晓种做啊。平常种是真认真咧做工课，内底讲是拢会晓啊。受刑人去农场做工课，一工做8点钟，会当领清时，由农会补助300，农民出1100，一礼拜会当做5工，一个月会当领28000。会当去农场做工课，受刑人拢是经过感觉评估过，农民真好，可以逐工接因上下班。有良好的家庭实力，我们判断它是安全的。那目前我们有26名已经在外面从事这样的农牧还有光电的工作。婚林感觉讲，若是受刑人表现得真好，刑期7年以来2年内会当放放出来，或者是刑期7年以上1年内会当放放出来受刑人，拢会当申请外派农场做工课，唔会当甲农民斗3工，嘛会当趁家己的收入，互因提早出社会过生活。